更
人，因你到此何事啊？这个问的先生与你得来团啊，张夫人真是所料之人啊！多谢张夫人仁义，这是乱玉玉别知道不便，请回去吧。我原来是团体，二来是与世相聚。和你之间男女与何事相聚呀？你快弃了这些家业，去请为王去吧。听到没有？现在他是真正君子，他是绝不会开门的。他当你在大军后，死软不开门。要是门一开了，头都没有碰到，先偷了一定得紧张。哎呦！
门，我乃真正君子，不可称人之为。我上开门迎接，岂非道德就杀？常夫人，想你丈夫常以财外经营，也是为家为业，为妻儿打拼。你但却不自知，想着他的好处，心也一句消散也。有一种爱，家永远；有一种爱，家方水。有人爱花30岁，有人情花放开水。不散人只难聚，劝夫人心要下你稍微真乃真经是，是我错怪他们了。娘子，我们委屈吧？啊，委屈？门外没有敲开，怎么委屈？你不是派上我为他想好吗？哎呀，娘子，我一直从就原谅，只那有气人真人话，他们在路上来听见，街坊四里要人观你希望早餐香，不灭不怕几分伤。我跳进武当戏，你怕什么旁人能够唱？娘子，先到此，好杀出来！什么这样？哦哟，你空得在小人，不空得在女人。哎妈！人最愿意欢喜你相信哟，大门开。
伟大大男子，明明心中有爱，却口是心非。我这是缺什么？小生张秀才来迎。老子定心，总算死惨了。要退。
都推得这么死劲话的。可怜的
小生心中也是有爱之神。这香炉袋看我明心，小生一去，来年大开再为娘报仇了心有之力，情有之理。
唐朝风，宋朝雨，亘古不变才是。梦骗多少子儿女，今生化作唐夫子。君爱妻是举灯来，迎风温暖咖啡子，寂寞子爱秋雨他人空。是与阴山人乱世。一阵间雪，把心思。在那山，一声声心跳。你心中情在我，思念上夜空。谁人说的真是好啊！你劝我，谁把夫人所杀了？侍奉老爷出门经商，5年未回了，小少爷已几多守关。我家夫人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，天天都自言自语，sợ得老爷伺候伺候家里去年这公本子都没有。要是看到了一个脱身的暖色影子，谁好想扑倒？老爷，下去，滚！我念，你恐怕到谁久等来？你可知光阴似箭，怕是光转身即逝。你不能把城隍赋予女神，把事情招人化走。你要寻找城隍，你所爱，我所爱。其实
归早，生在归老，心在衰老，心在衰你的心里早已长了3年了，应当是3周5岁。那么你能共心吗？为娘，你不能这样无理无故地把自己的青春埋葬在漫长的等待中，这样对你攀功的，你不要虚耗功力，还让儿女所爱。为娘，我是真的儿女，却不让渴望成去苍啊！没有人，请你做句小声说事，藏在夜深处。小生现在前面一站，等候你的决定。为娘，少女小生不去，小生知道怎么为娘我离去。倘让你情愿相在，你就这根香龙根，牢牢锁住小生的心灵。为娘郑重，小生告。